喺京都實現海膽拖羅自由，未開鋪已經排晒長龍嘅壽司鋪，喺 Google Map 仲要有4.5粒星。由於唔想排到傻，想直接食第一輪，所以5點營業，我同男朋友4點半已經喺出邊排隊，排到頭位。一入到去梗係即刻嗌嘢食啦，差唔多成個 menu 嘅嘢都俾我哋嗌晒。人生食過最甜嘅海膽，加埋紫菜簡直就係絕配。三文魚刺身厚切肥美，肉質細嫩，大拖羅厚到不得了。大家睇下佢嘅紋理，入口即化，一啲都唔膩，幸福到爆炸。鮑魚爽口彈牙，章魚咬落去口感嫩中帶脆，好有驚喜。壽司 set 都係必嗌，每件壽司都好出色，一樣係新鮮厚切，每碟份量都好多，食材好新鮮，2個人 share 啱啱好。鋪頭唔係好大，15個人一組組咁樣入去，用餐時間大概45分鐘至到1個鐘左右，性價比好高，食物質素我覺得好過木津市場。剪緊呢條片嘅時候，我已經好想即刻飛過去再食。如果你哋都想知道呢間嘢喺邊，喺下邊留言心心，等我 send 詳細資料俾你，記住要 follow 我先睇到㗎。我係 Christy，follow 我，下次再見。